这只鸟可大可小，而且想要就有。你想要的话，画一只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很方便？将军，将军，找我们有什么吩咐？哎呀，将军，你的功力恢复了，比以前还要厉害。哎呀，将军，我们现在是否马上去晚秋对付伏羲那小子？是啊，慢。 伏羲的功力与我不相伯仲，现在不是时候。哦。父亲，父亲，你在做什么？我想记下眼睛所看到的一切，所以用这些图案来代替。那这些图案代表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图案代表山、水、树木、草，还有这个代表口、齿、日、月。天下有这么多的东西要记，而且我们平时吃饭、睡觉、打猎，这都要一一记下来。那怎么记啊？就是因为我们以往做过的一切事情，缺乏表达以及记载能力，才使大家沟通变得困难，容易忘记过去的事情。现在我们可以把眼睛看到的事物，通过思维联想出一个相近的形象，以简单的方法变成一个独有的代号，每个代号都有其表达的意思，就像一座山。就是这样，我们可以将其缩小，以简单的形象转变成独有的代号，
慢慢的，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代号应有的表达意思串联起来，帮助记忆。这样我们就不会忘掉所做的一切。不仅仅如此，我们还可以让其他的人根据此法进行学习。天地万物有太多需要记载的东西，就算有困难，但都要一一记住。我相信终究有一天，我会把天地万物全部记下来。孩儿一定多向父亲学习。哎，皇儿找我有事吗？孩儿看天色已晚，想请父亲回去休息。没事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要再想一想。我一跳，一声不响的。对不起，吓了你一跳。我看你这么专心的写这个“鱼”字，我怎么忍心打扰你呢？你又取笑我，我只不过是把你教我的字再好好熟悉一下罢了。谢谢你，妹妹。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跟皇儿能够帮助我完成造字大业。可是世上万物，如果都要用文字一一来对应的话，非一日之功啊。所以我们要努力啊。好，我们一起努力。父亲，父亲，外面有2个兄弟为了一个女人打起来了，我怎么劝也劝不了，您过去看看吧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住手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父亲，他抢我女人。是他抢我女人。你闭嘴！叶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母亲，他们俩都想和我在一起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么你想和谁在一起？我想和火儿在一起。火儿，既然叶儿想跟你在一起，你把她带走吧。谢谢父亲。走吧。哎，父亲，那我怎么办啊？不必多问，我自会处理。哦。哥哥，你还在想刚才的事情吗？是。确实，一个洞穴里住满了男人和女人，这样下去，难免会发生争斗。现在晚秋的人越来越多了，男人跟女人都住在同一个洞穴里，问题就会更多。争斗是难免的，可是每一次都打得头破血流，那还不是跟野兽一样？谁要是能够打赢，就能得到女人。这种事情不单是男人，女人也会发生，因为男女之间互相倾慕，乃是人之常情。只要情有独钟，就会不自觉地想把对方占为己有，而且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都会不顾后果地想尽办法得到。相反，如果对方抗拒，也会以同样的态度想尽办法去逃避。如此下去，各种问题便会越来越多，男女关系也会越来越复杂。最后，强者固然得其所在，而弱者只能受辱就范。你想想，长此以往，后果将不堪设想，晚秋也会乱作一团的。如果能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固定在一起就好了，要不然再这样发展下去，事情就会越来越严重。也许某一天，父辈和子辈为了同一个女人而大动干戈呢。现在当务之急，我们首先要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爱，什么是情欲，让他们懂得珍视对方，要视对方为终身对象，使他们知道，拥有对方要合情合法，而绝对不可勉强。
还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，要爱护对方，不可以始乱终弃。当他们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，他们就会懂得怎样去珍惜对方，共同传宗接代，共创未来。等他们到了子孙满堂的时候，就懂得如何处理每一份感情和关爱。一个部落之所以可以维持，最重要的就是团结，尊卑有序。如果继续这样乱下去，父母子女关系决裂，反目成仇，而我们又置之不理，别说天下华族，搞不好连晚秋都会毁在我们自己的手里。是啊，遇到问题我们要及时解决，我们要尽快的想办法阻止才行。我一时还想不周全，容我再想想吧。嗯。我们走吧。嗯。你回来了。你可知道你今天闯祸了？什么意思？你还不知道你今天杀死了谁呀？不过是一个凡人，他能奈得我何呀？这个凡人可是人皇伏羲的孙子。伏羲？伏羲肯定不会罢休啊。那他会有什么能耐？把我怎么样？找你为他孙子报仇啊！我能杀他孙子，我就能杀他。这谈何容易呀？这有什么难？难道伏羲有3头6臂？年鬼。这伏羲本事了得，连阎王都不是他的对手啊！哼，杀便杀了，他能奈得了我何？可是让那伏羲知道凶手是谁，恐怕你也难逃罪责呀。那我就1不做2不休，跟他来个了断。你要怎么样？白天是他人皇的天下，可是到了晚上，就是我们精灵鬼怪做主。哈哈哈哈哈！点火！今日赶跑了这些鬼怪，真是大快人心呐！是。这些大小鬼无恶不作，以后大家睡觉的时候警醒一些，在洞口前点上火堆。好了，折腾一夜了，大家回去休息吧。是。这个伏羲果然厉害，使我们全军被打得一败涂地。大哥，我们以后怎么办呢？
让我想出更好的办法。大哥，事物这为俊杰，我们还是不要再惹他们了。对呀，所谓好鬼不吃眼前亏呀。是啊，我暂且放过他们。不许乱来！父亲，救救我们吧！他们一直在欺负我们。别怕，她们都是你们的姐妹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任意糟蹋？父亲，我们不能没有女人啊！你要我们繁衍人类，可是没有女人，我们怎么繁衍后代啊？混账！明知错了还不认错！我们没有不听您的话，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繁衍，您都没管。可是现在，以前人少不至于乱，要是再不管，等天下大乱再管吗？父亲，这事儿您就别管了，大家都睡在一个洞里，都需要吗？你简直是强词夺理！父亲，其实女人也一样需要男人，只不过我们主动些罢了。我今天就给你们立下规矩，把你们的首领黄龙士给我叫来。是。我并不是不要你们繁衍后代，而是要让你们懂得，这样的行为是乱伦。你们自己想一想，自己所生的子女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，然后再跟自己的子女睡在一起，这样下去，华族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我们和野兽的最大区别，就是我们是人，直立行走的人，有头脑的人。若要使华族变得更加强大，就必须懂得什么叫人伦之情，明白吗？父亲，你找我。你的部落是怎么管的？你自己看看，你自己部落的人和别的部落的人争抢女人，大伤和气，你这个首领是怎么当的？孩儿知罪，只是如今的形势，孩儿就无法驾驭了。无法驾驭？父亲，黄龙氏的人半夜来抢我部落的女人，还打伤了我们的人。什么？这肯定都是黄龙氏让他们干的。我没有。没有怎么会跑到我的部落来呢？你别信口。好了，别吵了。黄龙士，把你部落的人通通带过来。是，父亲。父亲，你一定要治他们的罪，不治罪的话，我就让我们的人去抢他们的女人。住口！等我把事情弄明白再说。那他们抢我们的女人，又打伤了我们的族人，就这样算了吗？目前我亲眼目睹的是，你部落的男人抢夺他部落的女人。你就知道偏向大哥。你为什么只知道跟你大哥相比？为什么不跟你二哥和五弟相比呢？今天，我要为天下的子孙们立下一个规矩，你们听清楚了，你们日后一定要按照我所定下的规矩而行。须知道蛇无头而不得，凡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缺少目标，做事就变得毫无头绪，行动杂乱无章，最终缺乏信服，失去方寸。如果你们循规蹈矩，做事言行一致，大家就可以凭借察觉谁对谁错，然后按照规矩加以纠正，日后就不会再重蹈覆辙。你们要记住，要按定下之规矩赏罚分明，绝无偏差。你们要想大家能够互相尊重、互相关爱，记住，就要懂得遵守，不可违规。最近，在我们部落中，为了一些男女之事，因缺乏规矩而闹出纷争，所以我必须要认真处理。我们要知道，
男女之间若是一时钟情对方，为求一己之私欲而始乱终弃，那这只是短暂欢乐而已。我们是人，不是兽。我们平常除了寻求温饱之外，还要有丰富的情感，来消除生活中的枯燥。所以选择伴偶要非常的认真才可以。若选择错误，一生不但没有半点的欢乐，反而更会带来无限的伤悲。不仅如此，更会为其他的亲人带来无尽的烦恼。现在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大家共同居住在一起，男女乱配，连自己的子女是谁都不清楚。况且部落与部落之间为了争夺女人，大打出手，互伤和气。今日之事就是一个例子。从今往后，这种事情不允许再发生。男配女，女配男，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唯有男女相配，才能繁衍出我们的后代子孙。但是不能乱配。从现在开始，同氏族的男女不可以相配，只有异氏族的男女才可以成婚。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女人，一个女人只能嫁一个男人。男女成婚是大事，不可以草草了事。男方必须要派族人给女方送上礼物，最少2张兽皮。各部落与各部落之间，如果要交换女子，必须要征得女子的同意。听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还有，男女双方成婚以后，必须要自行挖掘居住的洞穴，不能再和大家一起居住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今日所立下的规矩，不仅仅是这2个部落要遵守，还要昭告天下所有的部落都要遵守这个规矩。若有违反，绝不轻饶。是。四弟，以前的事是我不对，请你见谅。现在父亲定了这个规矩，我们就按这个规矩去办，以后不要再争了，免得伤了和气。好。我是大哥，我是大哥，我才不要跟他吵，明明是我大，我才是大哥。你怎么不讲理？我把大哥让给你好了。什么叫让给我？母亲先造的是我，我才是大哥，你得要尊重我，听我的话。我把大哥让给你了，你还让我听你话，我才不干呢！我才是大哥呢！我是大哥，我是大哥，我是。怎么了？吵什么吵？大哥，你来的正好，他们2个在争大小，我怎么劝他们都不听。大哥，你给我们评评理。当日母亲造的明明先是我才是大哥呢！你胡说！母亲先把我造出来的，我是大哥，我是大哥，我是大哥！不要吵了，我与父亲商量一下，看能不能分清大小。好了，不要吵了。父亲，孩儿有事向您禀报。你说，族人们的子孙为了争谁大谁小，经常争论打杀。父亲，你说该怎么办？什么？皇儿，今日为父去了解孩子们的大小之事，为父总认为，应该有一种好方法可以解决。父亲，这点小事还要分大小吗？我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？大小之分虽然不起眼，但是颇为重要。就好像你是老大，余下的都是弟弟妹妹。大小之分要按称呼，知道谁大谁小，就能够尊重兄长，爱护弟妹，礼上有加。你身为一方首领，余下也可按需分配。是父亲。我们部落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要让部落所有的兄弟姐妹都知道大小之分，就能够彼此尊敬，互助互爱，减少争斗和流血。我想我们应该发明一种计算年龄的方式，这对我们平日的生活非常重要，甚至会影响到孩子们成婚和后代问题。
孙为了争谁大谁小，经常争论打杀。父亲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虎王，人皇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您封我为百兽之王，我应当到处看看。你还真是尽心尽责。您如此忧心忡忡，所谓何事啊？你帮不上忙的。您怎么如此瞧不起我？不是，我只是为子女之事而烦恼。您说来听听，或许我能帮你出点好主意。那好，我就说给你听听。现在我的子女已经有了后代，但是孩子们多了，却不能按大小而分，所以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解决之道。哦，这还不简单？哦，说来听听。您曾经封我为王，那我就是这里的百兽之王，其他的只要您指定，那还不一样按大小顺序来吗？以百兽为名，来分大小，好主意。来，虎王，可否帮我一个忙？您尽管讲。我想用百兽作为人类出生的标记，如此一来，人类启用了动物的名字，人兽之间就可以和平共处。再有，人的大小也就不会如此混淆了。愿为您效劳。明日一早，你把他们按照大小顺序带来见我。好，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，您放心。明天一早我就将他们全部分好。哎，切记，不可强求，愿者来，不愿者也无妨。明白，告辞。都到齐了，您看怎么分配啊？不如以他们先后到达的次序来分大小吧。好吧，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。多谢虎王为我解决难题。大家都听到了，以后华族的子女就按照这12个动物来分别大小。好。玉帝，玉帝，是谁啊？是我，金蝉。是你？什么事啊？玉帝，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啊？今天是你该还我真身了。哦，对，你不说呀，真差点忘了。玉帝，千年以前我在这里跟你顶嘴，不小心打碎了这个宝瓶，你一怒之下将我的真身隐却，变成这个宝瓶。千年过去了，你答应过我今天还我真身的。哈哈，朕什么时候食言过？朕现在就恢复你真身。多谢玉帝之恩。起来吧。谢玉帝。你陪朕左右千年也不容易，虽然曾经冒犯过朕，但这么长时间了，朕也不加记恨。你在受罚之前是一个武将，朕现在就命你在朕跟前做一名守护的小将军。
你觉得如何呀？谢玉帝赐官，属下恕难从命。你受罚1000年还没有改掉这种脾气，难道你嫌官小吗？属下不敢。玉帝，我在这寝宫之内已经待了1000年，每天不分昼夜，张口而立，睡得无聊又疲惫。我天天算日子，希望能早一天出去走一走。如果是接受了你的官衔，我岂不是还要待在这里？不知何时才能解脱？我天庭多少仙家终日寻求仙之神泽，可给你却不要。玉帝，你也知道我的脾气，倔得很。你要是把我发到南天门做一个守门将军也就罢了，可是如果你要把我留在你的身边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再惹你生气，这样于你于我都没有好处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他们常说伴君如伴虎，我看你一决如此，就算我脾气再好，难免也会有发火的时候。你想出去，那就出去吧。多谢玉帝钦点，属下告退。站住！东海龙宫不得乱闯！我是天庭金蝉元帅，跟你们的龙王是多年的好友，今日有事要找你们龙王。大将军，有个金蝉从天上而来，要见龙王。金蝉，看他要怎么样。是。你就是金蝉？不错，我就是金蝉元帅，是从天上来的。请问你是？啊，我是东海的副将军。哈，将军有礼。请问你来东海有何要事啊？哼，我来东海只想见龙王一面。啊，我们龙王不在宫中，这次就不能和你见面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行告退了。你还没拜见我呢。傲红，哼，想不到你这只金蝉也晓得我的大名。哼，傲红，你欺君犯上，残害神将，天庭之内有谁不认识你这个逆神？原来你走投无路，竟然偷偷藏在东海，不敢露面。傲红，现在你还在我的面前作威作福。天地之大你不去，东海之深你闯进来，我看你真是不知死活。谁死谁活，就看你是否能赢我。我傲红做事，无人能阻挡得了，就算是玉帝，也阻挡不了我。傲红，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。哼，真是大言不惭！想我傲红闯天乱地，从来没敢动我毫毛，你何德何能跟我比拼？我今天来虽然没有奉玉帝的旨意捉拿你，但是既然我来了，哼，我就要捉你回去，不然我就对不起玉帝了。你闯进了东海，能离开你已经算有本事了，你还来说捉我，我看你是异想天开。哼，既然如此，就看我金蝉的本事吧。大将军，让我来教训他吧。真是不自量力，竟敢跟我们大将军动手！大将军，怎么对付他？是否杀了他？命小孽龙把他送到晚秋去。为什么？
哎呀，好冷！哇，好暖呀！哎呀，来，让我尝尝人间的烟火。来，靠近！哎，玩！哎，你们看那是什么东西？啊？什么呀？大家看一看。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哎，把它捉过来烧着吃。哎，好，一定好吃。哎，好，来，抓到了！哎呀，太好吃了！对，一定好吃。来，烧了它！来，烧了它！好香啊！哎呦，好啊！香啊，太香了！来，香，好，真香。太香了。普渡天神，你可曾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？回禀玉帝，臣也闻到了。这气味让朕心烦，也不知因何而起。普渡天神，你下去查访一下。臣遵旨。